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台中台里有2栋相连的透天厝。伫个昨深夜环12点外火烧厝，导火点是倒边的3楼，啊，伫正边3楼后壁面的房间发现3具尸体，是26岁妈妈甲伊7岁甲5岁查囝揽掉的。三母仔囝真有可能是互这个火焰砸昏去，全烧死伫个火窟。讲这个26岁妈妈离婚了后，带2个查囝来住男朋友的厝。厝边讲火烧厝进前，也有听到囡仔在耍的声，过无偌久，就听到爆炸声，就导火烧起来了。透天厝3楼火烧甲真大，佮烧到隔壁栋的3楼去，民众看到心惊胆吓。警消接到报案到场，撞水线炮火，不过2栋透天厝的3楼已经全部烧掉。消防人员用30分钟将火扑破，要去到厝内所烧。伫咧其中一栋3楼后壁房间，看到一位26岁林小姐，含伊5岁甲7岁查囝，拢已经断开。在耍啊，就是囡仔在耍啊，唔困啊，迄个感觉安尼。啊，一时啊就嘣一声，做好像那放炮还是。那个火势很大，砰砰砰砰的玻璃爆炸声了，完全不知道他有女朋友。火警意外就发生伫咧台中台里，两间透天厝昨暝12点外发生火灾，导火所在是21号徛家厝3楼，大量乌烟沁到隔壁23号3楼母囝房间，3个人困甲真落面，敢若接到烟囱喷气，加上大火烧铁片厝，烧甲真紧走袂离。母囝3个人，一个查囝倒伫咧眠床，妈妈含另外1岁查囝倒伫咧眠床边，已经明显过往。家属讲，火灾当时，妈妈佮甲2个囡仔揽条条，和男朋友的阿公、阿舅和阿姑分别住伫咧2栋透天厝2楼，拢有紧吵。现场是2楼砖造，3楼土泥加盖。那到场时，2户已经全面燃烧，其中有1户在3楼的后侧发现3名罹难者。根据了解，Q 小时林小姐离婚过，就带2个囡仔住伫咧男朋友因兜。火警当时，男朋友去楼口找朋友，逃过一劫。啊，若逃火3楼，蹲放茶叶啊含真侪物件，可能是因为安尼才会烧甲真紧。逃火原因是电线烧拍电，或者是电器走错。火调人员会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